就2咯喎，2係乜嘢啊？記唔記得？唔記得，唔緊要。大衛係啦，咁啊伯利恆家庭2。咁我話有伯利恆家庭3個喎，伯利恆家庭3係乜嘢啊？咁就耶穌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當我一路預備嗰陣時候，我就覺得唔得噃，咁早講耶穌好似早咗啲喎，咁於是我就話，咁不如就耶穌之前就先係瑪利亞啦，係啊，咁啊就今日就伯利恆家庭3，12月咧先伯利恆家庭4。咁其實有個伯利恆家庭5嘅，點解我中意講伯利恆咧？因為咧，即係咧，我哋都幾自豪㗎。以伯利恆人嚟講咧，照佢哋所認為咧，伯利恆咧就好似冇乜試過有中國人家庭住喺佢中間嘅。有一次我搭的士，我就上咗的士咁，我話我喺伯利恆聖經學院做義工啊，咁佢話我知，因為咧原來的士司機咧一路揸車咧，其實佢就最留意啲行人嘅，即係旁邊行過嘅人。咁我喺嗰度住咗1年咧，基本上問嚟問去咧，真係冇乜中國人住過喺伯利恆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呢個伯利恆家庭5咧都幾自豪。好，講完。驚喜中唔中意啊？梗係中意啦 ，surprise 咁啊，好中意啦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就喜啊嘛，咁但係咧我哋咁喜咧，就因為有個驚之後變咗喜。咁啊開心啦，梗係。咁但係你哋中唔中意驚啊？中意。咁冇人中意驚㗎。咁今日我哋講嘅咧，又真係幾恐怖，又真係幾驚嘅。咁咧，化驚為喜，係咪好啊？非常好。唔係，我睇一睇依度，我要拉咗落嚟先啊。哦，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咁我哋開始講嗰陣時候咧，其實係追溯到開始係講撒迦利亞嘅。咁撒迦利亞咧就係天使先揾撒迦利亞，跟住到了第6個月。上帝嘅時候都幾安排得幾好嘅，到了第6個月，天使加百列同一個，奉神嘅差遣 ，OK， 往加利利。加利利有少少唔同啦。撒迦利亞喺邊度啊？喺撒迦利亞咧，其實佢祭司啊嘛。佢住近耶路撒冷㗎，喺下面㗎。耶路撒冷，猶大山地 ，OK？ 哇！加利利農作嘅地方，遠離咗宗教、政治、文化嘅中心，外邦人又多啲。加利利嘅一座城，這城名叫拿撒勒。嗱，撒迦利亞嗰個地方就 Ankara， 我唔知中文啦。總之係近重心嘅，即係咁咯，即係澳門中區同青州有冇分別咧？因話同九澳有冇分別咧？有咧，係嘛？咁如果我哋話香港同澳門有冇分別咧？又有咧，係嘛？
咁所以咧，其實有意思㗎。撒加利亞同埋瑪利亞又有冇分別咧？一個就德高望重，不過見完之後咧就冇嘢講啦，開唔到聲，係咪啊？瑪利亞到一個童女，童女嘅意思，未結婚嘅女子，大約可能13歲嘅啫喎，13、14歲，好似我嗰陣時住喺伯利恆咧，我樓下個女仔咧聰明伶俐，又係13、14歲，佢阿爸就將佢許配啦，嫁個表哥，通常都係咁嘅。同埋咧，未結婚之前咧係唔交往嘅喎，唔交往嘅喎。哇！我哋見到呢個女仔，哇好叻啫，聰明伶俐，讀書又 OK， 就係咁啦嚇，社會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到一個童女那裏，她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，名叫約瑟，都係約瑟個名行先。即係其實一個女仔啊，你有冇身邊有冇啲12、13、14歲嘅女仔咯？嗬，佢哋平時做啲咩㗎？講啲咩㗎？係咪啊？啊，你估呢個女仔又做啲乜嘢？講啲乜嘢咧？嗬，咁應該就同而家嗰啲有啲唔同嘅。應該都好單純，係咪啊？淨係諗一樣嘢嘅啫，應該就係諗嫁人咯，係咪啊？就都唔使讀書㗎啦，嫁人咯，生仔咯，就係咁啦，係嘛 ？OK 㗎嚇。天使進去對他說：蒙大恩嘅女子啊，你好，主和你同在。瑪利亞聽到第一次有啲驚慌喎，咁梗係啦，你有冇見過天使啊？咁如果突然間天使嚟同你講嘢，咁驚唔驚啊？應該驚啦，係嘛？驚慌，反覆思考，這樣問候是什麼意思？冇乜嘢講。咁其實全個對話咧，瑪利亞平時就可能都多嘢講嘅，但係呢個成個段落咧，其實冇瑪利亞講兩次説話嘅啫，嚇。除咗後來啦，佢去揾佢表姐，咁啊兩個女人自浸咧就好多嘢講啦，尤其是撒加利亞又啞咗，咁佢兩個女人住3個月，你話幾多嘢講嚇？不過咧，見天使呢個時間咧就冇乜嘢講嘅嚇。咁啊反覆思考，這樣問候是什麼意思？天使又講啦，天使對他說：瑪利亞，不要怕。咁所以肯定啦，第一就不要驚慌，就不要怕。咁即係肯定就好驚怕啦。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。咁呢個係咩意思咧？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，咁呢個亦都係好通常嘅，都係通常嘅一個嘅，可能係一個問候咁啦，係咪？咁 OK 啊。跟住咧驚怕啦，你要懷孕生子。嗱，呢個一講咧就瑪利亞，因為佢後來嘅答覆肯定，佢就感覺咧呢樣嘢係淨係同佢講嘅，唔係同約瑟講，同佢講啦，即係話呢個只係關乎佢同上帝嘅。你要懷孕生子，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咁都唔係好驚嚇，因為耶穌咧都係一個普通嘅名字。不過懷孕生子，
他將要為大，稱為至高者的兒子。主神要把他祖先大衛嘅王位給他。呢個特別啦，祖先大衛，即係伯利恆啦嚇。咁其實佢哋住喺拿撒勒嘅喎，咁佢許配咗約瑟係大衛嘅子孫，即係後裔。不過呢度講得好清楚啦，佢呢一個係大衛嘅王位，給他要作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，他的國沒有窮盡。哇！咁啊驚嚇啦！如果突然間醫生同你講，喂，你嗰度係對媽嘅，驚唔驚嚇啊？都幾驚嚇㗎，係咪啊？咁而家話你裡面嗰個係王嚟嘅，而且係無窮盡嘅國度嘅，驚唔驚嚇？好驚嚇！咁係咪應該好開心啊？略反應啦，係咪啊？做星媽好唔好啊？都幾好啊，係咪啊？咁如果做王阿媽咁好唔好？可能，但係其實有好多好嘅嘢，我哋係咪一定好好去追求咧？做總統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你去唔去啊？其實真係唔係幾羨慕喎，係咪啊？哇！佢而家諗到嘅，其實你估瑪利亞係咪真係好快樂咧？嗱，係有啲人話啊，嗰啲猶太女子就成日諗啦，啊將來咧我可以成為彌賽亞之母，係。不過你為佢，你係設身處地咁樣講嘅時候，一個咁大嘅榮譽，你想唔想要咧？未必㗎喎，因為你諗到你嘅處境，哇十大難題啦，係咪啊？嗰陣時我喺中學做校長話，跟住明年俾你做主任，我做咗1年之後，即係同佢講唔好啦，又唔使做啦，我做翻普通老師就夠啦，係咪啊？瑪利亞當時嘅處境唔係咁簡單啊！諗下約瑟，聖經明明話約瑟係要諗住點樣啊？暗暗地把他休了，係咪啊？哇！你而家要獨力承擔呢樣嘢嘅時候，而你嘅將來成為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嘅疑問，暗暗地把他休了，你揀唔揀啊？哇！就算唔係暗暗地，你知啦，一個咁小嘅城，拿撒勒咧有個特點咧，就喺山中間嘅，喺山裡面嗰啲咧係特別咧係困埋住㗎，消息傳通得好快。你想暗暗地，你真係可以暗暗地啊？係咪啊？喺澳門可唔可以暗暗地做任何事啊？都未咁容易啊，係咪啊？更何況一個咁平凡嘅小村莊，所以瑪利亞當時嗰種嘅驚恐其實係非常值得理解。好啦，暗暗地休了之後，如果揚咗出去，如果真係有人知會點樣啊？完全係可以用石頭將佢，你又係就係咁樣解決佢喎。我嗰時都唔係好明啊，點解咧眾人就攞石頭咧咁樣樣？原來咧去過就知啦，原來真地都係石頭嘅。咁所以咧全民參與啊，好簡單嘅咋，個個都有份可以執行嘅嚇，一人攞一嚿。喂，大佬啊，即係咁樣圍住嗰時候，唔
唔單止係羞辱，而且係一個絕對嘅恐懼，係一個現實嘅死亡，係咪啊？所以當時瑪利亞驚唔驚恐咧？如果你係佢，你驚唔驚恐咧？瑪利亞嘅回應喺下面。瑪利亞對天使說：我沒有出嫁，怎麼會有這事呢？係嘛？嗱，比對下咧，因為第一章其實就比對撒迦利亞同埋瑪利亞嘅。撒迦利亞對天使說：我怎能知道這事呢？我已經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已經老邁了。嗱，下面嗰句係撒迦利亞對佢自己當時嘅情況嘅理解，老咗、老邁，好明白啊，係咪？當時嘅情況係咁。瑪利亞話：我都未出嫁，所以係一樣嘅，大家都知道自己嗰個處境嘅。點解撒迦利亞會被責罰，而天使就冇呢？瑪利亞就冇呢？你比較下兩句，我怎麼能知道這事呢？同埋怎麼會有這事呢？咁大家都有個怎麼啦，咁所以都一樣啦嚇。咁我哋又刪除嗰句啦。好啦，我怎麼能知道同會有咩唔同咧？肯定咧，因為後來伊麗莎白就話這相信的女子，所以咧其實個分別就係相信與唔相信。相信瑪利亞天使係咁講就係㗎啦，佢只不過唔明點可以做成咧嚇咁。即係呢個好自然嘅，點樣佢相信知道有，不過唔知嗰個路徑。而撒迦利亞嗰個係一個，我認為係唔相信，因為佢嗰個分別係我，佢加咗個我點知？我要知道，我要明白，我要相信。如果我信，如果我明，咁啲嘢就可以 work out 啦，係嘛？我要明，我唔明就唔得，所以係有一個相當大嘅差異喺裏邊。天使回答，天使答佢嘅嚇，同撒迦利亞唔同啊嚇。天使好咁又係答佢。呢個真係只係你同上帝之間嘅事，呢個唔係同約瑟有關嘅。聖靈要臨到你身上，至高者嘅能力要被任你，呢個同頭先嘅詩歌都好有相似，其實同路德嗰個都好相似。被任同埋臨到，其實呢個可以有少少平衡句㗎，其實都係同一樣嘅意思。聖靈至高者嘅能力要臨到，所以生出嚟嘅係稱為神的兒子。再一次講，神嘅兒子，呢個係出自上帝，解釋得好清楚啦。因為一講到上帝，咁你其實都唔使講噶啦，唔明都明噶啦。在上帝搞掂啦，係啦。
所以呢個就係上帝嘅啦，就唔關你事嘅啦，差唔多係你就係俾佢臨在，俾佢庇蔭，咁就得㗎啦。所以瑪利亞就係講咗第二句説話，天使就走啦，完成㗎啦。瑪利亞話：我係主嘅使女，願意照你嘅話實現喺我身上。即係好似少少就係簽個名咁嘅意思啦，係嘛？即係確認你咁樣講咗，我確認。點解我確認？好清晰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我是主的使女。呢個就係瑪利亞一路嘅，或者未必係一路嘅，不過喺呢個情景，佢好認真嘅話：我知道我係邊個，我知道當初你哋話我係許配咗俾約瑟。當初可能我嘅人生，我有我自己一啲嘅期望想法，但係喺天使面前，我知道我係邊個。一話我知道喺上帝面前，我係邊個？我係主嘅使女。好，咁於是乎咧，繼續啦。咁於是乎走咗啦，天使走咗啦。咁約瑟咧，可能同時分別知道啦，因為肯定就唔係瑪利亞講俾佢聽嘅，咁所以約瑟又知道啦。咁然之後佢哋兩個之間嘅對話就冇記載啦。咁於是乎，好啦，瑪利亞就急忙起身，急忙嘅去山區，去到猶大嘅一座城。佢要落到去啦。佢頭先個地圖冇咗啦。佢落到去揾邊個啊？揾佢個表姐啊！嗰個稱為不生育嘅，嗱你知啦，女人就係咁噶啦，即係男人發生啲事咧就未必講嘅，女人咧發生啲事咧，我即刻就揾佢家姐姨媽啊，或者唔知姨媽唔會啦，家姐啊、細妹啊、閨蜜啊、同事啊，一大堆咧就最好就諗下，邊個有試過呢樣嘢，邊個有經驗咧，咁咧就。哇！咁就快啲，咁所以當時佢哋又冇 WhatsApp 又冇乜嘢嘅話，咁就係快啲就去，哇！都幾麻煩喎，你走咗落去揾佢表姐啦，係嘛？進咗撒迦利亞嘅家，向伊麗莎白問安。伊麗莎白一聽見，我哋第一次見到啦，佢懷嘅胎就跳動嘅時候咧，就。伊麗莎白所講嘅嘢同天使好相似喎，伊麗莎白被聖靈充滿，高聲喊着說：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。其實佢啱啱一落去咧，即係未見肚嘅應該，咁咧，但係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懷的胎，咦？你就知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冇電話噶嘛，冇消息噶嘛。但係佢一嚟到，佢知啊，伊麗莎白同感一靈，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親到我這裡來，為何這事臨到我呢？真係好榮幸啦！因為你問我的聲音一入我耳，我腹裡的胎就歡喜。其實咧，呢個經變做喜咧，首先係施洗約翰歡喜跳動。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。然之後就開始呢一句好出名嘅
瑪利亞說，咁佢就開始，我哋就話呢個係瑪利亞之歌啦嚇。瑪利亞尊主頌啊，我心尊主為大。嗱呢個咧同頭先我是主的侍女基本上都係嗰種嘅意思。我心尊主為大，尊主為大可以係一種嘅口號，實踐喺自己嘅身上。我寧以神我的救主為樂，為樂，笑唔笑得出就係你嘅責任啦，少少嚇。你尊主為大咧，可能係一種嘅口號，一種嘅講嘅，一種嘅信念。但係你能夠以神為樂，呢個就係一個嘅實踐，或者係一個嘅試金石。究竟你係咪以主話我是主的侍女，情願照你的話？咁啊話説咧，其實我一路預備嗰時候咧，其實一路個思想都係耶穌為王嘅。咁所以咧，後來諗下咧，唔得啦，都係留翻喺12月先講啦。咁所以咧，應該大約咧，我星期3咧就係嚟到呢度 ，OK 搞掂啦，成篇講道都大約知啦。瑪利亞2 Thank you。咁星期4咯喎。我通常都係咁啊，講完我同阿牧師咧示威，喂，我早過你，我搞掂我個 outline 啦。咁真係通常我就星期3咧就講完一大輪咧，咁就好開心啊，收工啦。咁啊星期四咧，其實我陪阿牧師去山頂嘅，咁啊攞報告嘅。咁但係因為我咧就7點半咧，我就要教琴。咁又哇等極都未輪到，咁所以咧我就唯有早走啦。咁啊唯有早走咧就，咁我就諗下，死啦！點解7點搭5啦？我7點半學生要嚟學琴啦，喺珠海。咁啊，喂，你做乜冇理由仲唔 call 我嘅喎？冇理由咁耐你都未俾消息我㗎。咁所以我唔好啦，我教琴之前啦，咁我就啱啱我話，咁佢話講咗好耐啦，傾完啦。咁我點解傾完你唔打俾我嘅？因為我以為冇理由咁耐都未見到醫生㗎，咁我點解你唔打俾我啊？咁佢話係咪要翻屋企先講啊？我唔得啦，我講啦，我聽咗你唔開心喎，咁我話講啦。咁啊就係你唔開心嗰樣咯，咁啦。咁啊確診第4期嘅嚇，咁啊跟住佢都未講完，個學生就入嚟啦。咁所以個學生都唔知嘅，我都教得好好嘅嗰堂。好，咁啊幾好喎，所以我好中意講道㗎。明年都繼續俾我講，睇我唔好胡思亂想先得㗎，多啲諗上帝嘅話語好啲㗎，係啊。好，咁啊繼續啦。從今以後，萬代要稱我有福。咁其他嗰啲嘅細節啊，即係我哋冇進入嗰個 details 啦嚇。其實
你可以立到嘅，其實全部都係講上帝㗎，全部都係講上帝㗎。其實佢淨係講咗兩句我字，就喺邊度啊？邊度啊？講咗個我字喺邊度出現啊？唔該阿子傑個仔，睇下唔知你叫佢名，快幫我揾第一個我就好大㗎啦。第一行、第二行我有福，稱我有福，萬代要稱我有福。係啊，第一個我啦，跟住第二個我喺邊啊？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。係啦，就係咁多啦。即係其實佢好少講我㗎，咁啊講一大堆咧。咁其實呢個係同邊個好相似咧？呢個咧係同哈拿。哈拿當時咧，佢係即係好慘㗎嘛，俾人激到咁，佢冇仔生啊嘛，好慘㗎嘛，咁啊激就走咗去會幕前面祈禱啊嘛，咁所以佢祈禱後來就佢即係生咗撒母耳嚇，上帝聽見，所以佢好快樂。咁就係佢點樣謙卑人啊，嗰啲咩強傲即係強傲嗰啲啊，嗰啲咁我好明喎，好明啊！即係咧，哈拿佢真係可以吐氣揚眉，我好明喎。但係瑪利亞其實唔同㗎喎，瑪利亞佢所面對嗰啲咧，即係佢本來好地地，佢唔係哈拿啊嘛。佢唔係哈拿，佢本來係好好㗎，好地地嘅，一切都係好正常㗎。點解突然間要遭遇一個咁大嘅挑戰咧？嚇！咁佢但係我覺得佢最特別一點咧，就係有一個非常謙卑嘅心，同哈拿一樣。我是你嘅婢女，或者話我是你嘅主嘅使女。嗰個有權能嘅，為我成了做了大事咧，呢一個咧係佢真係接受過嚟。再一次，佢將字下面嗰啲我哋唔講啦，不如萬代要稱我有福。之前係邊個講？其實係好多次。好啦。我哋睇嗰啲黃色嗰啲，紅色嗰啲唔使講啦，紅色嗰啲咧真係好驚嚇嘅意思啦。天使其實一早預備咗去接受呢個驚嚇啦，嚇聖靈嘅能力。至高者嘅能力啊，仲有之前啊係一開始，其實一開始天使進去一開始，其實佢可能未必聽得好清晰㗎。佢再諗翻轉頭，蒙大恩的女子，蒙大恩的女子。再講多一次，即係除咗頭先話成日你冇驚之外咧，其實講蒙大恩嘅女子，然之後咧，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。然之後伊麗莎白又係一開始亦都同佢講。你係有福嘅，你係有福嘅。再一次，你係有福嘅。有三個見唔見到啊？所以佢能夠話我係有福嘅，係嘛？咁如果大家問候我咧，我前兩日我都話沒事沒事。我應該話好事好事，咁就好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要當你能夠話我係有福嘅，就係你將你所聽到嘅，
你又係真係 claim 咗佢，我係有福嘅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神愛神嘅人得到益處。好啦，呢一個經文我一齊讀啊，好嘛？預備起。我的弟兄們，你們遭受各種試煉時，都要認為是大喜樂，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，就生忍耐。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，使你們能又完全又完整，一無所缺。咁話説呢，我爸爸呢，就當年我都唔係好記得啦，應該係2005咁上下啦嚇，即係20年前啦。佢嗰陣時應該70幾㗎啦嚇，咁咧就佢就12指腸癌，咁就入咗醫院啦，係做翌日就做手術喺伊利沙伯。咁我嗰晚咧就喺佢個病房啦。我阿媽唔係我阿爸就突然間講啦，我阿爸就話：唉，其實都咁嘅年紀啦，你哋都長大成人啦，不如唔使做手術啦，我又返天父嗰度啦，不如就唔使做手術啦咁啊。咁當然我阿媽就話：咁你真係放棄治療？咁啦，咁我阿媽就我阿媽啱啱慶祝前2日，如果大家睇我 Facebook 好快樂啊，98歲啊，完全冇一啲老人 feel， 真係勁過我，好生猛嘅，行得快過我。咁我阿媽就喺度話：咁你放棄治療點得㗎？咁我當時夾咗喺中間，咁我就靈機一動，我話：阿爸。咁我爸爸係牧師嚟嘅，我就話咧，聖經呢度講咧，嗱，即係你係都好好㗎啦，你又即係好得到別人嘅尊重啦，仔女個個又成人啦，各樣都好㗎啦。不過你就係爭一樣咯，你未完全啊嘛，你未完全啊。你爭呢一刀啊！嗱，你過埋呢一刀咧，你就完全啦。聖經話咧，你嘅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，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，使你們又完全又完整。所以咧呢一刀咧，你都係要去過㗎啦。咁你就完全啦，咁啊 complete and perfect 啊！我同我老豆講，咁我老豆乖乖地冇出聲啦嚇，咁就做咗個手術。咁啊真係估唔到咧，原來我今次咧又可以經歷下咧一啲 complete and perfect 㗎。咁所以其實早前啊，其實前2日唔係之前咁啊，啲弟兄姊妹同我講話，哎呀佢又 can 啊，佢又 can，我通常就話你又升咧咯。啱啱最近嗰個師母同我講話佢 can 嘅時候，我就話：哎呀，你咁多弟兄姊妹生癌症，你呢個師母都冇癌症嘅話，你冇乜説話權喎。咁而家你有癌症嘅話，咁你咪有説話權咯，你又升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咁啊，感謝主啦，讓我哋有機會又完全啲少少啦。阿牧師就咁講嘅，阿牧師就話：唉，我哋聖經學院咧。個老師咧都係康復者，咁好似我啊冇份咁，咁我而家黎獲大啊嘛，咁點都係叫做院長啊，院長都要黎獲大啲嘅。前牧師前院長唔使驚嚇，唔同嘅，你喺上帝所定嘅日子，因為咧事實上咧我哋就一路都好忙，其實咧。係到前牧師就職禮之前嗰個星期6，我先得閒坐低，就將阿牧師嗰啲醫療記錄，因為我哋3月開始已經有啲覺得唔妥嘅，
咁但係一路真係今年實在太忙啦，所以咧到我就諗聽日院長就職啦，都應該差唔多。雖然咧院長就職咧，其實牧師仲忙啲嘅，因為交接其實係更加忙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啦，我就話都要嚟睇下佢啲 report。咁你做張睇，咦有一張話可以再做多一次 CT 喎。嗱，我要拉個牧師去做檢查，有時都要需要啲技巧同埋能力同埋時間嘅，所以咧就唔係我應該星期五晚做，我話星期六朝早趁佢未走，因為其實通常咧我未起身佢已經走咗㗎啦，我唔係瞓得好晏嘅啫，係佢早走。咁所以嗰日咧星期六朝早我就同佢講，我話喂，快手我拉咧做多次 CT 啦，咁就拉咗佢做多次 CT 喺珠海。咁大陸好好嘅，即係好似你叫 A 餐 B 餐咁啊，任你去邊間，同埋又平又靚。唔知講靚唔靚，平就係絕對。拉咗佢去唔該，一樣嘅啫。去完咁啊，你落澳門都好近嘅啫，即係經關閘，因為佢平時多數坐船。做完啦去啦，咁拉咗佢去，咁跟住咧就出咗個 report。之後我哋都唔得閒睇。咁星期日院長就職，嗰陣時候咧，咁完咗之後就食飯咧，席上咧就有個醫生，佢話牧師俾咗個 report 我睇喎，喂要關注喎，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幾關注，同埋又唔係好信任嗰啲內地醫生㗎，成日老點啊，成日叫你做一切嘅嘢，成日叫你做檢查，已經做咗無限，我哋其實去咗20幾次檢查，係啊，咁所以又話做咩 MRI， 其實係未得閒諗，其實唔會抗拒做嘅。咁但係咧當時咧，我哋其中一個理事，即係院董啦，咁佢就話唔係喎，要跟進喎，快啲去做 MRI 喎，咁所以牧師乖乖地咧，就星期應該完咗，應該星期2就做，咁就比較積極啲咁去乜嘢，咁所以就咁我哋覺得時間啱好，時間啱好，就係啱，即係覺得咧呢個上帝其實你知唔知牧師其實2009年就其實歡送咗一次㗎啦，佢已經離職咗㗎啦，跟住翻嚟做代院長，代下又變咗院長，院長之後又變咗又離職，跟住又翻去做翻代院長，咁總之咧就係其實係2009年嘅事㗎啦，咁所以咧輾轉又過咗10幾年，咁我諗係呢個時候，上帝知道咁佢琴日原來佢發咗個宣傳喎，佢話既然唔好隱瞞嘅話咧，就不如我嚟做宣傳喎。佢話咧，可能咧今個星期2嗰科咧，今個星期2開嗰科咧，可能就係最後一科咯喎，出埃及喎，咁有5堂嘅啫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上澳聖嘅網頁咧，又係睇。我都順便講埋，萬國兒童報團咧就要籌款啊！唔該大家主動啲，唔使我嘥咁多氣力去揾大家嘅話咧，等我完成我個3萬蚊目標啊！每年都係3萬蚊啊！唔該大家自己直接嚟。好，化驚為喜，因為上帝係我哋嘅喜樂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願照你嘅話成就我身上。上帝早有預備，預備咗我哋嘅前院長，又係承擔非常有魄力，非常乜嘢？牧師唔好阻住佢，咁行開啲可以前院長可以咧，哇犀利啦！咁大展拳腳，啱好。上帝喺瑪利亞，佢要承擔之前，其實上帝早有預備。蒙大恩嘅女子啊，蒙大恩嘅女子啊，有福啊，有福啊，有福啊！
聽到佢最後都話我係有福嘅，謙卑聆聽，然之後領受。當上帝嘅話語臨到你身上，我哋係咪就咁聽過呢？我哋大部分人喺呢度都坐咗好耐，聽咗無窮咁多篇道，甚至包括你自己嘅靈修，或者包括你教主日學，其實講咗無數次咁多上帝嘅話語，有幾多句我哋自己真係領受？喺今次瑪利亞，佢係憑信心，佢聽見天使所講嘅，你係蒙大恩嘅女子。佢聽見伊麗莎白同佢講，你係有福嘅。然之後佢領受呢一個嘅祝福，祝福如果唔領受，你係得唔到。佢領受呢個祝福，化驚為喜。我一齊祈禱，主啊，感謝你，因為我哋都係你嘅兒女，我哋亦都知道你掌管萬事，無論一切你必有預備。感謝主，讓我哋經歷嘅時候，我哋化驚為喜。奉主名祈禱，阿門。